来看到这个画面，又有人用物件甲车牌往掉咧，即届更加含上电网啊拍。这个桥倒摆人经过基隆市七堵区自治街，和后壁一只车发觉讲，伊骑的机车是用电网啊杯来砸车牌，实在是真天才。相片放伫网络，遂引起到网友伫咧爱。警察提醒大家，讲安尼乌白改引起车牌看袂出来，上届当会当罚9000块。基隆市七堵自治街口，一只乌托摆徛伫咧头前，但详细看后边乃挂一支电网仔车，不打紧，佮直接吊伫咧车牌顶悬，将号码挡掉的，徛伫咧街仔路，根本就是咧甲法律挑战。这个违反了我们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13条的规定，它是安装器具使之不能辨认车牌，这个是要处罚2400到9000块的新台币。这个含糊的改装行为，互后壁驾驶看袂落去，直接将画面放去咧网络，随着升起人来点的，讲安尼行为，就敢若是要去做歹代志，大家拢爱班主赶紧去检举。基本上如果网友有提供比较明确的事证的话，我们可能可以依照那个监视器或者是其他相关的基证去找看看，可不可以找到这位车主。警方提醒电网仔车改装车已经触犯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13条，安装物件，互人看袂清楚车牌，恐惊会来罚9000块的罚单。民众上路也是莫凊彩来改车，将车牌掠着，小贪软加贪，最后嘛是会互警察来开罚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